農曆7月盂蘭節鬼門關就喺琴日開咗啦。呢個月出夜街真係要特別小心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盂蘭節嘅4個禁忌。第一，路邊燒街衣嘅衣紙同埋祭品，千祈唔好亂踩或者行過嘅時候亂講嘢，咁樣係對靈體不敬噶。第二，見到地下有錢或者有利是，千祈唔好貪心亂咁執起。傳說嗰啲係靈體嘅過路錢，如果你貪心拎咗，可能隨時帶埋位靈界朋友返屋企。第三，行緊路嘅時候，如果突然聽到有人喺後面嗌自己個名，阿千，千祈唔好擰返轉頭。老一輩覺得人有3把火，當你擰轉頭回應嗰陣，就會整熄自己嘅火，而對佢嘅回應就好似默認咗你同靈體有連結咁，佢就可以上你嘅身。第四，避免靠牆行。相傳靈體中意陰涼嘅位置，所以佢哋都中意黐住埲牆企。頭先講嗰4點全部都係盂蘭節嘅禁忌，而我就覺得最保險，梗係唔好出咁多夜街啦，早啲搭地鐵返屋企算。下一站林士站。